哇，你做这样子，我以为它只是一个墙面或是转角包住的造型哎。这间主卧卫浴功能好齐全哦。对，因为其实屋主他们都是上班族，所以希望回到家有一个很大的浴缸，然后又能够做到干湿分离。因为它的空间不够，所以我的浴柜的部分是设计成弧形的，让它在进入的动线方面是非常的顺畅。那当然，一般如果是以自式的马桶来做的话，那它的深度也是相对不够，所以我是选用隐藏式的马桶来去缩短它之间的距离。水箱的部分呢？那水箱的部分，这个跟一般的做法比较不同，因为刚好它后面有一个客浴，所以我把水箱的部分隐藏在后面的客浴部分。好厉害哦！设计师，我看完你今天的这个案子，我个人觉得非常吸引我，因为它除了整个设计非常有美感之外，线条简单利落，它的收纳功能真的很强。还有没有什么空间是你没发现的？我们还有顶楼的空间楼上的空间哦。是。楼上原来的状况是？楼上它本来是有大概8坪大的一个空间，那之前业主刚买的时候，它的状况非常的糟糕。那经过我这样给他设计之后，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个隐藏式的卫浴设备，然后利用楼梯上面的部分，还是做了一个很棒的收纳空间。OK， 而且整个架高的地板部分除了是并了一个开放式的卧榻，亲朋好友来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睡眠空间。哇，那个打通铺20个人都没有问题了。对，那个整个卧榻的下面全部都是做掀床式的收纳。所以这个家里面，我看未来30年的东西摆进来，应该都还摆不满，对不对？原则上是。今天呢，看完这个老公寓翻新，各位你心动了吗？其实老公寓它也可以有另外一番春天，只要你找对设计师，好吗？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林设计师喽，谢谢，谢谢。设计师在于屏风上面的设计，可说是一物多用，像是在小孩房里，除了有充足的衣柜收纳之外，也利用了衣柜的侧边做了全身的穿衣镜。从公共空间到卧房的设计，完全解决老房子原有的低梁、采光还有动线不足的问题，同时呢，也让屋主有了非常满意的收纳空间。尤其是厨房10上8台的2面收纳功能，让主妇也能够轻松做家事哦。